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我们是打宝兄弟。我们呢今天是一个吉祥的日子，也是拉祜人民相聚的日子。我们也从北京千里迢迢回来到这里，跟乡亲们相聚，和父亲们相聚，真的是很高兴。接下来，我们唱一首拉祜的《搓泥巴力》，献给大家。 可惜。
我们。